好，搞掂。我哋揸對空掉低啲戰機先啊！肯定飛過嚟噶啦，唔使問啦。幾多輸得埋？快到㗎，啲空間你快啲好上機。返去禁牧場對第一支旗。監幕場，監幕場。空軍知道有空軍有誒。戒牧場已經擺定咗。我跌咗落戒牧場啦！戒牧場支援，空軍支援。喂，手旗，手旗，手旗。戒牧場空軍支援。匿埋喺個係啊炸機場啊多管道。蘇25去炸咩啊？喂，點解我哋冇飛無敵？喂，匿埋啊！唔好出嚟啊！AH6啊！戒牧場空軍支援，阿巴奇 cam 戒牧場，空軍支援戒牧場。H6位啲，大位係咪？大位快啲。跳一跳山，跳山。阿斌跳山。搞掂，阿 Ken 啊 ，Ken 禁牧場啊。Ken 跳山，Ken 跳山。搞掂咗，搞掂咗，搞掂咗。手旗，手旗，唔使理手旗。報來，戒牧場揾人報來啦，隻條頭。Sorry 阿龍。做得好啦。係咯，阿翠喺禁牧場，喂，戒牧翠啊。未有，哇！佢啲多管道啊。八旗冇人，八旗冇人，戒牧場八旗冇人。多管道啊，多管道啊，炸咗架機啊。戒牧場八旗冇人。蘇廿啦，多管道啊打。佢戒牧場八旗冇人啦，喺你唔好俾佢見到啊！戒牧場。揾快車，揾人快車讓我去後方喎。快車救唔係咪啊？快車我哋後方啊得，我搞。佢分。戒牧場。戒牧場跳山，戒牧場跳山。我揾人去戒牧場喂。有黑鷹喺我哋啱啱上空，叫咗彈。阿 Ken 嚟嘅，阿 Ken 嚟嘅。叫咗彈啊！得我嚟掂佢。我暫時揾唔到佢。我去搞佢後邊啊！好，搞掂，睇到嘢。佢架 M2 傾俾我哋第一支旗啊 ！M2 傾俾我哋第一支旗。睇到你加，我加佢。我知道上咗架 A6啊！我聽緊佢基地啊！哎呀 ，sorry 啊 ，sorry 啊。DM，喂，快啲攻啊！快啲攻啊！快啲攻啊！好嘅，fire 多管道停，多管道暫停。得啦，多管道射啊，多管道炸啊，好多啊，大量美軍喺救護場啊，大量。M2 喺風車嗰度啊！多管道過啲，喺基地啊，敵方基地上空。哎死啊！唔好冒險去啦，去攞旗，去攞戒牧場嗰個啦。第一支旗取喺度，第一支旗，第一支軍旗啊取。蘇25熄咗。我要霸旗啊！我哋。M2 聽俾我哋啊！有冇空軍射個 M2 先啊 ？M2 風車聽入嚟啊
咁準備起飛，你爆啊順便着晒貨。爆埋，爆咗。你哋嗰個多管道啊，太勁啦！要打嗰個多管道先啊！我哋冇咗機，冇晒啲蘇25啊！ D.N. 你咪風車上去禁牧場啊，好多人啊！C8嘅牧場啊，好多人啊！係咪 sniper？ 唔係。揾條得啲先啦，得唔得啊？哎呀，係咁俾 FBI 襲。你搏一搏啊，撞鬼佢嘅喎！唔係嘅話，我哋咩機都出唔到啊！係又俾佢襲。坦克要過橋啊！又有爆咗我哋架95。睇支旗啊，有美軍啊！喂，我打你呢個 team 啱唔啱啊？喂，喂，橋啊，支援啊！佢有個快車嘅過緊旗啊，過緊橋嗰度啊。M1 過緊橋 ，M1 過緊橋。啊，疏啦，筆仔。唉，屌尾都飛啊，已經爆啦！瀨嘢喎，夾到啱啱好。幾高少飛機重新時間。係啊，又嚟緊啦，嚟緊啦，架妖嚟緊啦。夾啱啲時間嚟啊！哎呀！妖識喺第一支旗。打緊要識，仲唔死喂啊！ ，PVC 你不如揸架快車去第一支旗擾亂下佢哋啊！嗰個仆仔。大衛咁嗰啲先，我嚟緊。快啊！有架嘢嚟緊啦，嚟緊啦，係啊，快啊，嚟緊啦，嚟緊啦，嚟緊啦，嚟！中咗啊！係啊，多管道啊！我冇。第一支旗有水啊！第一支旗啊！啊，過一過去個總部玩下先。又死！你去打你個多管道。哎呀，佢嘅妖色好勁喎！喂，個多管喺邊度啊？佢個多管道喺佢哋機場。爆啦！要蘇25出啊！快啲炸啊！炸嗰啲坦克啦！後邊，戰機後邊。有冇多管道？喂，掉去個計木場啦，多管道。啱啱俾人炸爆咗啊！唉，我哋有多管道㗎，傾揸緊啦。大頭仔，我哋就基地，我又中招啦！我壓制佢多管道已經。哦，美軍過咗第一支旗，有美軍。
第一支旗啊！有美軍喺支旗度，有個美軍喺支旗度。多管道爆咗啦，佢多管道爆咗啦。炮快啲去啦，對炮啊，衝啊！係啊，第一支旗冇啦，縮手啦喂。自己搞掂，冇人㗎，8旗冇人。BBC 吸埋我 BBC。飛人。DN 可唔可以殺下佢啊？做 sniper 啊！佢喺隔木牆嗰度啊！聽唔俾我去第一支旗啊！哇！呢個 ABC 好犀利啊！黐隻機神啊！喺邊啊？我去炸啦！佢嘅要塞喺邊度啊？我打咗落嚟喎。要塞邊啊？斌仔，我傾唔中啊！我去總部啲啊，傾前啲啊，前少少傾，前少少傾唔中啊 ！F 因過跟。哇！真係打。M1喺風車爆喎！RPG 爆起快車過緊界木場啊！哇！飛條仔啊咁轉嘅，飛 ABC 咁勁嘅。我打咗佢戰機啊，冇戰機佢哋，快！推佢哋個支旗可以。推緊。阿 King 要射過少少啊，前少少唔中啊，前啲，前啊 King 要前啊，多管道前啲，多管道再跳啲，跳彈路爭好遠啊！暫停啊！公幹有冇？揾到要塞啦！喂，上到！要塞爆咗！你爆都唔到撞落嚟啊！留喺樹邊啊，界木牆。係啊，鏟落我度啊！喂 ，hold 住。嚟緊。俾阿樂打中咗，啲歐式佢都好傷啊！應該就係殺。啲歐式行埋啲危險嘅位，一邊8旗啊，可以領。佢哋黑鷹係去緊界木場啊！跳咗山，界木牆有步兵跳山，界木牆有美軍跳山。佢跳咗山。BBC 你後邊啊 BBC。有部飛機可以望下佢飛彈係咪去咗美軍總部？喂，去多管道上緊界木牆啊！去多管道上緊界木牆。啊！開俾你攞。喂，近美軍嗰支旗唔好揸住啊！唔好揸住，我而家幫手揾旗出邊。哎呀！總之而家 hold 旗位 hold 旗先嚟㗎。我而家界木牆。要炸佢多管道啊！盡快。BBC。大頭仔啊！出山啦！界木牆。咩嚟㗎？後尾界木牆啊！界木牆啊，好多啊，快啲！後邊搞掂咗落啦，搞掂咗。2個3個。我攞埋架戰機走。
，DLC 人啊，DLC。搞掂搞要識掂。位置，要識位置。咁所位置喺 C 白仲有一個，C 白仲有一個。哎呀，睇唔到啲。搞掂咗，要識，搞掂咗，要識。有個 SPU 啊，街幕上。見到。哎呀，sorry，斌仔。SBU 嚟嘅。撞咗埋佢添。係啊，得返3兵。街幕牆後面啊，有個啊，美軍。喺後面啊，街幕牆後面。邊度啊，阿英？叫一陣。搞個刀官路咁勁噶喎！啊落去一間屋度啊！哦，撐得幾仲有一頂，阿落喺，哎呀，阿落喺間屋。我哋當贏噶啦，8幾又識不4幾。總之機師最後跳傘啦，其他人跳傘落去先。先啊？係咪啊？最我上。上機啦，上機啦！哇，有2架黑鷹嚟原來。去啦喂，去啦去啦！哇，好我我啱。飛到好高，總之你飛到好高啊，飛到好高。我揸，超過3邊過去啦，唔好直接過去啊！我揸我而家。一個飛咩頭就盡量飛高啲啊！啊，你話跳一嚟要3玩。工廠，大家飄去工。跳咗出聲啊！跳咗出聲，我跳。跳咗。A B 嘅緊張啊！咁早打開個打。A B C 叉重機啊，小心啲啊 ！ABC 喺工廠啊，喺個屋度邊。喺工廠，喺工廠個坑入邊啊！有騎啊，有騎啊！我諗大家打醒目啲，唔好淨係喺陸地嗰度重生，可以喺翻對面重生啊！有騎咯。FBI 啊，白朗明啊！好多人啊 ！FBI 發條網。不如放棄工廠啦！有2個醫軍落緊下面嗰個點啊，喺上面落緊嚟啊！ FBI ABC 嚟緊啦，ABC 嚟緊美軍旗，ABC 嚟緊美軍旗，2個嚟緊美軍旗。睇寶應該喺你橫邊啊，你右手邊啊，係啊！唔好俾佢放 C4啊！跳啦 BBC， 跳啦！講嚟，自己嚟。唔係啊，打散啲，搵啲人兜後邊去搞佢哋阿落樂埋緊啊！嗰支美軍旗啊，阿樂埋緊啊！最低嗰支美軍旗。攞着。阿取上緊工廠，搞掂咗阿樂。唔好淨係喺2個據點重生啊！搵人如果兜個遠咧，去攞翻啲飛機去搞其他據點啊！小心白朗寧啊，對面屋。哎呀，屌，望咗我哋。中間屋咧，白朗寧啊，小心啊！屋搞掂咗白朗寧，有隻手屋搞掂咗，打瓜咗。中間屋頂啊，小心。ABC，中間個嚟緊啊，最底嗰支美軍旗死咗啦！上面嗰支右上角嗰支旗有2-3個伊拉軍啊！走！搶佢中間嗰支。好多人啊！右上面右上角嗰支旗好多伊軍啊！殺咗。白朗寧啊！佢有支白朗寧守住白朗寧嘅上高啊！殺咗我瞄住位啊！
阿樓喺河邊啊，之前。搞掂咗，搞掂咗。喂，搞掂咗有細個支旗啦，有細個支旗搞掂咗。點樣小心啊！嗰個醫官嚟。哎呀唔得啊，太多人啦。睇會有人去緊，阿樓去緊你嗰度。阿樓喺河邊。搵人揸船兜個遠嘅，搞個另外一邊。冇船。阿取ABC 入咗屋仔啊 ！BBC 喺附近。係邊支啊？佢話。我山頂瞄緊。下低支旗俾人襲擊緊啊！下低支旗啊！小小龍打死咗上邊啲人㗎啦，八旗頂住。守住支旗啊！八旗好多醫軍啊！Cooper 你守呢度，我出去啊！唔使，我手就喺浸打，下低支旗啊！有人病我哋啊！喂，上高嗰支旗殺咩啊？殺咗對面。有人到我哋呢度啊！有人到我哋呢度啊！阿龍。唔掂啊！喺上高支旗，喺上高支旗落。Cooper 你企個位啊，過對面啊。BBC 左邊，邊度喺嗰支旗附近啊？睇唔到，上一樓啊佢。阿樂喺最低支旗啊！阿樂喺最低支旗啊！賣緊旗，賣緊旗。Ian，阿樂喺對面。有兩個人 cam 住喺度啊，趴咗喺度。左上支旗有兩個人，左上個支旗冇人。第二支旗。左上個支旗冇人。二樓有人。二樓冇人，二樓我頂唔住啦，你擺上二樓啊！死咗啦！二樓啊！RPG 有冇嘢？有人咯 ，RPG。工廠頂二樓啊，工廠頂。有晒黑鷹，有晒飛機。係啊，左上支旗啊，都快喎。藥箱附近，藥箱附近。APN 出面啊，佢出咗去啊。係啊，八旗冇人啦，八旗。ABC 入邊啊，八旗冇自己有啊，我意思。咩啊？客取喺八旗度，客取喺八旗度。
個伊拉登入咗去白旗，工廠有人去緊，工廠有人去緊。我都話工廠有人去緊。入邊哎呀冇啦冇啦，有上邊嗰支白旗冇人啊，不過有伊軍霸緊。哎呀，唔好意思啊，哎呀，咪天！搶工廠搶工廠！幫我有機會。你霸我頂外圍。下低支旗啊！有人嚟㗎。有人嚟啊！哦，搞掂，搞掂。哇，跑得咁快突然間，唔得唔得。嗱，呢一班決勝負咯。點打點打？喂，善用星架。升價啊！一執幾又係。可能啲人守住工廠啊。我守工廠。係有啊有啊有。全民係咪守工廠啊？呢度呢？嚟位嚟位。可能有人喺河，佢哋可能坐船喺河邊嚟嘅嗰啲。我喺工廠嗰邊嗰個伊拉克嘅出。咁我守工廠啊 ，APN 守工廠。我揸面最低一個。哦，開始啊！對空大隊已經準備妥當。係因為起咗啦！哇！正啊！仲有一架！仲有一架！加油！喂，我做將軍㗎，應該。你班唔派佬煙花嘅。喂，補彈啊！去補彈啊！我走翻過嚟。大佬好嗨，你好嗨喎！佢哋頭先係咪知道升價嘅？佢哋可能喺第度啊，唔好集中晒喺沙灘啊！上面有係先走。喂，有跳，哇好多跳傘啊！有啊！喺入邊啊，好多跳傘啊！有飛機啊！俾人嚟咗嘅。上面嗰支旗有啊，上面嗰條有美軍啊。高白邊度死㗎？高白。八旗喺上面嗰支旗白旗嗰位啊，佢揸一支白朗寧啊，喺總部過去我。直升機嚟緊，直升機海邊嚟緊。工廠啊！康邊海邊嚟緊啊，康邊。三個。阿取而家工廠，阿 Ken 工廠。仲有架直升機海邊嚟緊。
最低支旗上面啊！唔好逼死佢，唔好逼死佢，俾佢哋喺嗰度，俾佢哋喺度慢慢走出嚟，喺中間先截死佢。唔好離開自己據點太遠。係啊，唔使埋去逼死佢，俾佢喺工廠重生好啊。係啊，包住佢俾慢慢出嚟，喺中間先截死佢。SDU 已經到咗，SDU 到咗右上角嗰支旗。阿取直路，阿取攻直路，第一支旗。好啊，我出去。佢想海邊支旗。搞掂。到咗啊，退步。阿樂嚟噶，阿樂 SDU 兩個啊。我個位置。右上角嗰支旗需要支援啊。搞掂係咩？好。總之堅守據點得噶啦。搞掂咗。搞掂咗啊，應該冇問題。屋仔啊喂，屋仔啊喂。上面白旗人到咗。係啊，咪入屋啊，睇下屋入面可能最低支旗 SDU 嚟㗎，有人後巷嘅。阿樂去緊上面嗰支旗。DLC 人跳山，DLC 人跳山。搞掂。哎呀，好鬼我頂住。喺阿樓喺間屋入面啦 ，ATM 阿樓喺間屋入面。阿取去緊你個外圍啊！掉手榴彈去焗佢出嚟啊！我肥佢。啊 ，ATM 屋入面有人啊！推上咗嚟啊！推上咗嚟啊！伊拉克對出嗰個啊，失手啊！阿 Ken 都到啊！阿 Ken 都到啊！阿 Ken 到右上角外圍啊！下位入屋啊！後面啊！搞掂咗個，樓上都有人啊 ！Y Y 喺最低支旗啊 ！Y Y 最低支旗 ，Y Y 最低支旗。阿 Ken 最低支旗 ，Y Y 最低支旗，冇啦，失手啦喂！最低支旗支援啊！有人掟手榴彈。我攞住白旗啊！DM 幫我尖叫下，好嘅好嘅。好，上個支援下低兩支白旗。喂，仲有一個白旗。嚟緊 DLC 上 DLC 上。收到。直機有直升機啊！有直升機啊！河邊有人。哎呀，瞄啊瞄喺最低。搞掂咗，搞掂咗。喺支旗度。搞掂咗。八位前邊啊，位，你前邊係一個嘅應該。嗱位有。喺度啊！守住旗啊，好大比數啊我哋。阿樂最低支旗，頭先支旗度。Cobra 阿樂喺附近。搞。有黑影，有黑影啊喂！哎呀，撞死我！係啊，死咗。有見未啊？回防啊！
哇，邊個啊？係咪啲上高啊？應該。海邊之期有美軍跳再傘，掉啊！不，喂，嗱，佢睇 A B C 有個有個好似係啊，再呢邊掟啦，喺啊。個位。 DLC 阿翠去緊你度，收到。係阿翠啊，搞掂。屋頂啊，屋頂啊，最頂嗰層啊。仲有啊 DLC，埋緊佢。哎呀，掟死咗。阿樂喺支旗度啊，阿樂喺支旗度。睇我咪壓住啊！兩個啊，兩個美軍啊，係啦，好啊，兩個美軍啊，快點！誒，全部兵先。支援8期，支援8期。佢又救火嘅，着火啊！好唔得閒我哋。估到喺樓上噶啦，搞掂啦，奇安全，安全啊！上到中間啲8期安全，去沙灘。Y Y 喺中間啊！跳傘，中間有人跳傘。Y Y 嚟緊中間。阿柳啊，阿柳喺支旗度啊！唔好驚住，守住先，守住先。搞住佢先同佢山頂做沙打。我係全部唔好鬆啊！最緊要知唔知啊？唔係而家要頂住啊，而家要頂住啊，啊，最緊要唔好鬆啊你！唔係睇住喺中間遊走啊，殺人好過搶點啊而家。Y Y 中間啊！康康兵前面屋企，你哎呀，死咗！上高支旗有個步兵啊！左上角。左上角 A B C， 左上角 A B C， 右上角8期嗰個，8期嗰個啊 A B C 啊，喺個寶藥隔離啊。樓啊！手榴彈招呼佢先啦。好啊，我俾樓射低咗啊！因為佢工廠咧冇人啊。呀 ，sorry 啊，小白。唔好走埋一齊，唔好走埋一齊啊！個手榴彈收晒啊！唉，講咗啊，擺走啊，走埋嚟。我搶緊旗，搶緊。我哋嗰個據點。佢嘅工廠啊，工廠冇人㗎，得2個人。A B C 喺8期入面啊！掉手榴彈入去先，佢出咗嚟啊！出咗。阿柳仆咗喺屋度啊！登入去啊！冇人啊！點啊？轉咗旗啊！去揾啦，去揾啦！有直升機跳傘。
中間旗歪到咗中間旗。我去緊。屋附近。頂住把旗，頂住把旗。唔得，阿樂喺度啊！一切啊俾你殺佢。喺支旗隔離啊！阿樂喺支旗隔離啊！唔掂啦，有860啊，對面。喺後面啦，掉手榴彈上2樓啊！SU 喺大位你走係咪啊？喺後邊啊！你走入屋度啊！突然嗰度啊，落係。阿斌仔落喺海邊啊！高爸，我掩護你，高爸，我掩護你，山頂。落喺後面屋啊！哎呀，屌，歪條手榴彈。啊，賴位，最頂層啊，天台啊！喂，哇，頂住啊！喂，頂住啊！掉手榴彈反彈上去。推保近槍隔離推保。唔好走埋一齊啊 ！APM 唔好走過嚟啊！唔好走過嚟啊！哎呀 ，ABC 啊 ，ABC 咪度啊喂，阿師凡你掉手榴彈啦，你搞掂。上都冇人啦，冇人上得上。而家冇斬啊，兩邊都。喂。美軍斬緊啦！美軍斬緊啦！守住守住。首期。工廠揾啲你手啊！工廠冇人啊！工廠跳山。搞掂。好多美軍喺入邊行嚟行去啊！諗下諗下佢啊！我一件搞掂。好，非常好，做得好嘢。